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接下来祷告，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亲爱的阿爸天父，创造宇宙的主，我很感谢，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使我们得以从罪中得释放，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一切属世的挂虑和罪恶的捆绑。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并坦然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的心与主连结，不被俗世所玷污。今日我们所听、所想、所行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带领、充满我们，在我们相爱、彼此服侍中得着荣耀。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神圣主爱。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同以属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46篇5到10节。诗篇146篇5到10节，在旧约669页。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回应。以雅各的上帝为帮助，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为受屈的深渊是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保护寄居的，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来，我们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点处理，今天是降临节期第3主日，由4位来点燃第3支混色的蜡烛。第3支蜡烛混色代表喜乐。我来回应降临期第3主日，由弟兄来起，弟兄姐妹来起，4位来回应，请。上帝啊，我们等候你的救恩，等候你的导引，等候你的来临。接下来公祷，我们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中东国家约旦河西岸加萨走廊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台中卫理堂林义君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宣教士来祷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宜花东地区灾后重建来祷告，为当地住民、社福机构、教会团体及政府单位皆有智慧能力合作，恢复当地学校、社区及环境原有的样貌。
接着，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我们请万华宇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以赛亚书35章1到10节，在教会圣经778页。778页，第1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必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的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第2处经文在新约雅各书第5章7到10节。雅各书第5章7到10节，在教会圣经255页。第7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以上是今天的经课。我们谢谢万华宇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愿这些话语能成我们生命的亮光，与我们生命的祝福。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有3处，分别是约翰福音3章3到5节，马太福音10章1到9节，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首先，我来攻读约翰福音3章3到5节，在新约102页。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只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接下来，我来读第二段经文，马太福音10章1到9节，在新约11页。马太福音10章1到9节，第1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混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再接下来，我们来攻读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3到27节，在新约186页。第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值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他们里面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就是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绝弃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我们谢谢诗班的献唱，我们将荣耀归于神。接下来正道，今天我们请我们教区长高思凯高牧师为我们来传讲，题目是蒙恩重生的特征，攻克己身，叫孙服我。我们请高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荣光堂，问候陈牧师师母，也问候所有的执事会的同工，那也问候我们每一位宝贝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请大家为牧师祷告，让牧师能够把这段圣经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然后我再做结束祷告。谢谢。慈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聆听、垂听我们弟兄姐妹为孩子的祷告。愿你领导你的子民，愿你恩待你的子民，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因着更多认识你，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门徒。也求慈爱的天父，把所有拦阻人听见你话语的，让人心里不能专心的邪恶存在，都捆绑起来。因为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我们全教会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拦阻我们不能专心的一切的私心欲念邪恶存在，都被捆绑，离开弟兄姐妹的生命。让你的灵进入弟兄姐妹的生命，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你用。愿恩惠平安荣耀从我们耶稣基督归于每一位。奉主圣名祈祷。好，这段经文在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呼召了12位门徒之后，他首先要求门徒常与他同在。下一章，再下一章。然后我们来一起再看，然后在看的过程，我们一起读，然后在读的过程，我们也一起看。如果可以，大家看中文也看英文，因为我特地把英文放上去的意思是说，中文、英文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大家都注意到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德慕对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这12个使徒的名字如下：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弟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跟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激进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遣这12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给人。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途中不要带行囊，不要带2件内衣，也不要带鞋子和手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你们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大家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要这样跑，好使你们得着奖赏。凡参加竞赛的，在各方面要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会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目标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克制己身，使他完全顺服，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淘汰了。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之前是耶稣在服侍，下一章我们刚刚有祷告，我们耶稣之前的服侍，现在耶稣选了12个门徒，要他们去怎么样？自由一点，我们是卫理公会，有回应的，要差他们去什么？是要他们常常自己同在，然后要他们干嘛？对呀，传道，你们不要只有传福音，后面还有2个要医病，要赶鬼，有没有给他们权柄？有没有给各位权柄？有啊，有。首先根据圣经，主耶稣对于重生的门徒，愿意，主耶稣愿意，就表示说主耶稣有赐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医治各样的病症，因为门徒是与主耶稣同工。不过，大家要了解一件事，制服污鬼的权柄来自谁？上帝啊，来自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赶鬼和医病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脑细胞跟技巧，对吧？上帝赐的，靠上帝的权柄。而这里的权柄，我们一定要认知是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要去荣总我们要去大同医院我们要去一切可以去到的医院。耶稣权柄赐了，你要用如果你是公司的总经理，你是公司的经理，你请我们的职员做事，职员可以不做吗？那么权柄不是白给了吗？所以，那你说，那万一没有医治怎么办？没有得医治怎么办？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当初看到了，我就不敢去，不敢用这个权柄，不敢用，因为没面子怎么办？没有面子怎么办？很没有面子如果我祷告了，那没有这个医治怎么办？潘传道上。后来我想通了，我到医院去，在北部的时候，因为我是今年才调到高雄来，我在北部的时候去到医院，看到那个上面有陈先生、李先生，那个要是陈妈妈或者李妈妈就是有那个病人的名字，尊称一下人家。陈妈妈好，我不可以为你身体全副健康起来，祝福你，为你祷告呢？然后我去到，因为荣总有那什么基督教祈祷室嘛，有天主教祈祷室，也有佛教的祈祷室我跟你们讲所以医院很熟以后，你就有一个好处，他会叫你去重症病房，比较没有盼望的去就去大着胆子去因为你是为耶稣而去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陈妈妈你好我可以为你身体恢复健康得医治祝福祷告吗？90%他会愿意的然后你就为他祷告真的神迹发生了，
他好了，他就出院了，然后他就到你的教会来了。好，神迹没有发生，但是呢，他决定回家，然后他就到你的教会来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你的祷告，他感受到你的爱，他感受到不是你的爱，是耶稣的爱，他也到你的教会来了。好，没有得医治，他心里已经决志信了耶稣，你不知道的。可是他的家里人来到这个教会，他说：“我妈妈走以前，他有说叫我们都到教会做礼拜。”你们想都没想过，对吧？对，不管他得到医治，他没有得到医治，或者他没有得到医治，他走了，他告诉他的家人来到教会，因为你的祷告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爱。接下来，耶稣差遣他们两个的出去，好，这是合作的配搭。所以去医院探访的时候，不要只有一个人，最好两个去。主耶稣不要我们英雄主义独自前行，他要我们去。但是如果当你要做一个服事的时候，你邀请人跟你一起，他不愿意，然后你就自己去做，是吗？不要啊，不要这样。可是我们很多人常常这样，哎呀，比如说找博文，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我们去街头，在这个林雅三多一路到三多三路，我们就发单张好了。那博文不要怎么办呢？博文是我北部的三重的弟兄，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自己去，对不对？我们90%人都会自己去嘛。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不要。为什么？不是说不做这个事工，而是你要更爱博文，更关心博文，为博文祷告，因为这是彼此相爱，让你的弟兄认同到这是出于神的，你愿意等他，让他跟你一起走，然后你们见证了彼此相爱。我们在什么地方彼此相爱？对吗？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中彼此相爱，那我们在侍奉中彼此相爱。姐妹们，我也举，如果有一位姐妹不和你做同样一件事，是为教会做的，当她不愿意，她说我没有空，你就多为她祷告，因为你要让她知道你多么希望和她一起同工，然后不要勉强，然后见证那个爱是很大的，都是为耶稣做的。第三，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任务除了传道、医病、赶鬼，最重要的是要边走边传说天国近了，并且找到天国迷失的羊。弟兄姐妹，这是传福音的使命跟内容。我们传福音不止医病赶鬼，更是要找到迷失的羊。什么叫迷失的羊？意思是说，他可能不是其他教会的羊，他也可能不是基督徒，对吗？这个迷失的羊是指的是什么？他可能从小去过教会，他后来就没去了。我们要找到迷失的羊。根据哥林多前书第9章23到27节，保罗说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要做到前面医病赶鬼传道，找到迷失的羊，答案就在这一节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可见这是上帝门徒的生命特征。我们会什么时候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呢？凡我们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在工作环境，不是说要找到一个机会跟人家讲耶稣多好多好，而是你在生活中的话语，在谈的过程，比如说同事好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对旁边的人说最近什么事情让你高兴的是什么？感谢主，上帝帮助了我什么？耶稣帮助了我什么？本来你会说，哎呀，我解决了一个困难，我解决了一个 bug， 我解决了一个问题。
可是你现在牧师邀请你们在这句话里面，我解决了什么问题？前面加上感谢主帮助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我遇到一个困难，我遇到一个挫折啊，我本来是公司的主任，现在变成公司的职员，我被降级了，我要怎么说？我怎么让我的家里人，我的父亲母亲认为，哎呀，感谢主，主要磨练我，主知道我的个性脾气，没有彰显主耶稣的荣美，主要我有所学习，在每一件事上都让人看见主耶稣让我的生命得益处，阿们，阿们，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那使徒保罗他就为了传福音，要让人知道他凡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怎么示范呢？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原文的意思是说，让身体被打得青紫。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指说，因为真的拿手打身体，他的意思说，你要能够辖制，你要能够控制，你要能够征服你的肉身。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我们在世上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当你看到，你多想看漂亮的女孩子，可是你老婆在耶，你能控制你的眼睛吗？在一些场合，特别现在我们在一些流行的，我是在高雄卫理堂嘛，那中央公园啊，晚上去看的时候，很多都不应该看到的都看到，因为他们穿得很少。那我说，你可以不看吗？你真的可以控制到你的眼睛吗？真的可以吗？肉体的情欲，你很想现在早上8点半要来教会晨祷，今早要祷告，不要了，这种天气，礼拜六睡到10点，那你愿意一个礼拜都上班啊？那礼拜六来教会晨祷好不好？我不知道龙王堂有没有，我是说如果有的话，你说礼拜天，今天有一单生意要签，我是卖保险的，今天1200万的人寿保险就进来了，可是我跟人家约的时间，人家可以的时间是10点钟，不行啊，10点钟龙光堂要做礼拜，你怎么决定呢？1年52个礼拜无所谓的，是吗？还是你会跟对方约，可不可以礼拜一？可不可以礼拜天下午？妈妈从美国回来，我妈妈这3、4年第一次从美国回来，这一天礼拜天，我要不要跟妈妈见面？你是要让妈妈觉得你可以为她牺牲主日，还是让妈妈觉得耶稣比妈妈在你生命中更重要？是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你是公司部门的副理、升上经理，当你在这个人生的职场上有一点成就的时候，嘴巴说感谢主，感谢主，内心说，这是我努力得来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心思意念、脑细胞所有的运作，让你心头有想法、有点子、有智慧的，是出于神呢？阿们吗？每一件事出于神，他让你想到，你就能够做。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是蛮有智慧又蛮有爱的主。所以每一位圣灵重生、蒙恩得救的弟兄与姐妹，我们要看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生命特征啊！因为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什么？读经的人有没有？大家说一下。加拉太书4章6到10节说什么？我们信耶稣，神就差他儿子的灵既为后世，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叫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称呼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阿爸父，你不会肉麻吗？
如果我说张忠谋是我干爹，你觉得呢？我会不会有一点肉麻？如果我说王永庆，知道王永庆是谁吗？还有人知道哈？如果说王永庆是牧师的干爸，你觉得呢？我说，我跟你们讲啊，姐，你知道吗？王永庆是我干爸，我会不会肉麻？会，一定会。那你怎么你称呼创造宇宙万物生命气息、创造银河系、太阳系的神，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一切的神，爸爸，你怎么没有肉麻一下？你们有没有觉得好不好意思啊？没有，你们都很好意思。我们这么直接就祷告出来了，天父，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儿子，在这一次考试里面，在这一次检证里面，在这次证照里面，他能够顺利，他能够亨通。求天父帮助我的儿子，使他有智慧，使他有能力。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为儿女祷告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很肉麻吗？因为你们是有儿子的灵的。告诉你旁边的人，有神儿子的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每一位侍奉上帝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是神的宝贝。若有摸你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所以保罗这里就讲了一个比喻，他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圣灵启示保罗用举赛跑竞赛做例子。主耶稣呼召上帝的儿女做圣工，好像竞赛场上赛跑一样，大家都在跑。重生的生命非跑不可，不跑不行。岂不知责任已经交付了？但是岂不知场上赛跑的都跑啊？那得奖赏的只有几人？奥运赛场上得金牌的大概只有一个吧，就那个项目大概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如果在上帝面前这样跑，每一位为主耶稣摆上生命的门徒都可以得奖赏，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和世界不一样的关键。使徒保罗用赛跑来做比方，把25节的经义带进来。25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使徒保罗重点就在这里，我们要比力量争取胜利。跑吧，在每一件生活的事上都必须有节制，不能随意吃，也不能随意不吃，对吗？也不能随意睡，也不能随意的不睡，熬夜。多数人都知道，参加奥运的竞赛，运动选手在训练期间，他们受约束是很严格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都有严格的规定，包括休息，包括睡眠，也是有这样严格的规定。在训练期间是这样，那训练之后呢，要参加比赛，在比赛期间第1天到第4天，你认为呢？不许喝酒，不许吸烟，有各样的限制，有更严格的规则要遵守。因为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所以当人在比赛的时候，必须绝对的约束自己的肉身。弟兄姐妹，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有没有节制我们的身体这个躯壳，不让我们的肉身，不让我们这个躯壳有过分的自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在奥运赛跑的时候，身体不是为着吃，身体不是为着穿，身体不是为着烟，身体不是为着酒，身体不是为着睡，身体是为着竞赛拿金牌。比如说参加赛跑的人不能多吃甜而富有淀粉类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对于拿金牌这个东西没有作用，没有价值，所以诸事都有节制。那么我问，他们只不过是世上要得什么？会坏的冠冕。那属灵上，我们却是要人得什么？不能坏的冠冕，永远的冠冕。运动选手要拿人坏的，那个桂冠啊，那个桂花，1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就没了啊，
那我们的金牌有半衰期，你10年再看它，它就没有那么闪亮了。弟兄姐妹，我们为了永远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难道不能为耶稣约束自己吗？我们注意使徒保罗的比较，世人是在运动场上赛跑，人生场上赛跑，我们是在信心的旅程上赛跑。他们是身体肉身在跑，我们是身心灵侍奉都在跑。他们在那里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得赏赐。如果我们都委身耶稣而跑，我们都可得到属灵的冠冕。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不是坏掉的，不是暂时的，我们所得的奖赏是不能坏的，是永远的，是荣耀的。你们当记得耶稣的话说，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你确定在天上？得救的多，得救的多，得胜的少。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岂不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想一想，主耶稣说你们要为自己，是不是为得救的人？你们嘛，为自己嘛。弟兄姐妹为自己想啊。你们也常常说啊，主耶稣都叫我们为别人想啊，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你们都还没去，我们都还没到，我们都还没在天上。他说在天上，意思说什么？我们会不会去？会去。得救的都在神的家，都在乐园，都会去。那我问一件事，那如果都已经去了，得救了就好啦，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都好了就好了。可是他说耶稣说，你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意思说什么？还要给，还要给，不是欧元，不是美金啊，是财宝。你知道是什么叫做财宝吗？你看到启示录说跟牧师说，牧师我看不懂，那我告诉你，启示录他说黄金城碧玉街，不是告诉你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很漂亮，不是，他是告诉你，你们世人所认为的黄金、碧玉、玛瑙，对不对？钻石，对不对？在天国那个是很一般的，那个是做建材啊，给你踩在地上的，那是做墙壁啊。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财宝，你认为是什么？会不会超过？就是如同经上所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上好的，上帝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要明白，叫声服我，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奖赏。如果你的肉身不听你的心灵，很大件事。那如果我们的肉身，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听我们的心灵，那我们怎么可能为耶稣做什么？所以保罗才要一再的吩咐我们要使自己的肉身做我们心灵的仆人，也就是说，让肉身不能随欲随思放纵，都要受我们心灵意志的支配。因为千万不要变成罗马书第7章，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主啊，求你原谅我，我今天却多睡1小时，我要跟牧师请个假。今天要传福音，今天要报佳音哦。刚好有一个餐会呢，公司的，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在这一件事上，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必须得胜。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会听从心灵的指挥，或者我们说我们听从圣灵的指挥。我们
教会有没有目标呢？有没有方向？圣经帮助我们，神的话帮助我们。即使你很喜欢服事，但是如果你的身心充满私欲，常常自我中心，那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不是你的意思。如果弟兄姐妹彼此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合你的意思，也不是合他的意思，是合谁的意思？合上帝的意思。要合上帝的意思，我跟您说，你们也不要认为传道人上台来讲几篇道，就是合上帝心意的侍奉。传道人很软弱，传道人是人，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扶持，才能够走得好，走得稳。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必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人才能够正确的被圣灵使用，与圣灵同工，一起侍奉上帝。如果我们的肉身私欲还不能完全听心灵的指挥，那么我们在上帝面前还需要好好学习尊主为大。这一件事虽然很简单，也常常听到人说尊主为大啊，但是其实很不容易。记得我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为自己啊，为自己啊，是为你自己啊。所以我们委身于教会，我们委身于教会，教会不是这个美好的建筑物哦，教会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哥林多前书1章2节，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的各位，告诉你旁边的人，我们就是教会。说啊，我们就是教会。那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荣光堂一定有荣光堂的目标。全地球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任何一个都市那个国家，其教会都有其目标。那荣光堂的目标是什么？荣光堂的目标是不是我的目标？荣光堂的目标是不是我的目标？告诉你旁边的人，教会的事就是我的事。日本首相说台湾有事啊，日本有事，我用这个同样的原则，教会有事就是我的事，是不是？这里是你的家，教会神的家，神的儿女在当中，你们才是每一个家里的成员。这里的每一张桌子、每一张椅子、每一个音响设备、每一个部分都是你的家产。你要这样的认知，你才会爱这里，关心这里。不然我们在上帝眼中如同外人，就没什么价值。神家的事，神的家人来处理，阿们吗？阿们。神家的事，神家里来处理。荣光堂的目标是什么？荣光堂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有人是眼，有人是耳，有人是手掌，有人是手臂，有人是小腿，有人是大腿，缺一不可。阿们吗？我们需要彼此。弟兄姐妹，认识重生的新生命的服事意义，是我们应该优先思考的。这跟我们的学历、跟我们的经历、跟我们在不在台积电上班都没有关系。我们只应该思考，我们是否愿意为福音的缘故，爱上帝的家，让上帝的家日渐兴旺。阿们吗？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因着圣灵，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你们看不到氧气，看不到细菌病毒，对吗？看不到。但是你们知道一件事，我们不要的氧气给了我们不要的二氧化碳给了谁？植物。那植物不要的氧气给了谁？你们知道光一照就有光合作用。那么请问一件事，我在这里是提醒大家，上帝的恩典不只让我们白白得救哦，不是耶稣的宝血白白得救哦。每一天我们都健康的，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还会跳动，那不就是因为光合作用吗？谁设计了光合作用？我们还要买冷气、买空气清净机、买除湿机。可是
谁设计的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光一照，我们不要的二氧化碳就给植物，但是植物就供应我们氧气。这个设计花了多少钱啊？无价。所以各位，你知道上帝对我们有多好？我们可以没有氧气吗？这位神是我们的爸爸天父，所以跟他撒娇吧，跟他常常说话。你们不要只有那个公祷的祷告啊，私祷的也不要好像好属灵哈。你可不可以跟爸爸说，爸，我好想吃什么 Friday 的牛排还是猪排，可不可以？爸，我已经1个多月没有吃到猪排了。爸，我很想，可是我不想花这个钱。爸，你知道怎么样？爸，你知道如何做？你信不相信？你真的？他说我连氧气都给你，这猪排小意思。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真的说猪排，我是说跟爸爸说，每一件你跟爸爸的关系不好，那关系很大，那是很大；没关系就很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先爱我们，你用你的爱先得到我们，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主耶稣，让我们一颗心完全为你而活，更多的敬拜，更多的祈祷，让我们可以亲近你，也知道有智慧传讲你。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攻克己身，叫声无我，让我们更多为你活，让我们向你见证，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爱我们属灵的家，让你的教会更加的兴旺发达，让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间交给诗慧。我们谢谢高牧师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时时来更新我们，点亮我们生命的亮光。接下来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做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请问有没有新朋友？没有，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来唱2遍，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教会事工报告。
本周主日为降临节期的第3主日，教会即将进入圣诞节期，欢迎弟兄姐妹把握节期，邀请福音朋友参加教会各项圣诞福音以及聚会。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教区长高牧师为我们传讲，愿上帝祝福。下周主日就10月21号为圣诞主日，教会当天有受洗、儿童洗以及转日礼拜，请为受洗及转日本会会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会后开始领取2026年的新的月历，每家一份，领取的时候请记得签名索取。那12月20号就这个星期六晚上6点40分到8点半是教会圣诞晚会，教会预备圣诞礼物，欢迎邀请福音朋友以及家人一同前来参加。那12月份是教会新州任执事交接期，请问执事们的摆上来感谢以及祝福。时序即将进入2026年，教会年历为马太年。我们教会2026年的目标定为研读圣经，活出真道。我们邀请弟兄姐妹群读圣经，并实践主耶稣的教导。教会2026年就是明年的1月4号将举行联合崇拜以及6月礼拜，请为新的一年各部门执事、部门小组长等代表以上帝的约来祷告，并为自己上帝有重新立约来感恩。那日本门徒2025年即将于旧历年前结业，请为日本门徒学员祷告，并为日本学员将今年的门徒学习来感恩。那明年就是2026年，教会将开办红本门徒课程，我们属灵导师是潘辉珍传道，欢迎向传道办公室来报名。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每周晚上7点半，星期四每周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财务部门特别提醒，因为年底将至，12月份需申请费用的单据，请不要超过12月31号，请把握时间，因为超过的时间就没有办法请款，请弟兄姐妹注意。2026年新一季就是明年1到3月的主日崇拜服事人之表，以及主日插花认线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欢迎弟兄姐妹前往索取以及登记。10月份执事会议记录、10月份收支表已张贴在公布栏，也请弟兄姐妹前往关心。再补充一下，今天成人主日学那个2位之间的历史教室更动，改在203教室。请上那个2位间历史的那个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在203教室。以上报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其声赞美无知生灵，常为一体，同荣同泽，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们。我们请高牧师祝福。愿天父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永远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慈爱环绕我们，圣灵宝贵式的感动、交通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去哪里，尽都亨通，直到永永远远。阿
兄姐妹，请坐。订阅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台面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